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这个是最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本书的著作者，而且是这本书怎么来的，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如菩萨行论居天菩萨赵论如实法师翻译，翻译的人就是如实法师。我们就从前面看一下啊，从前面的部分也可以念一下是可以的。如菩萨行论，法身善事佛子犯，即诸因尽我悉理，今当依教越宣说，佛子律义须行方。这是第一的方面。然后就我们前面呢，就是有那个如菩萨行论本身呢，就是在用梵文印度的文的那个方式去念到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念法是摩德萨多扎雅阿瓦达拉，这就是梵文的方式。那么就是这用藏文来念的话，就是雄吉三不修巴拉举巴，雄吉三不修巴拉举巴这个。它的这个翻译起来的话，就是印度文直接翻译成藏文，藏文里面念的话，这就是入就是进入然后就是菩萨行菩萨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修持佛法的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我们学习的就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一切发愿，菩萨的发心，而且最主要呢，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我们修持佛法有里外密三种修持方面来说的。作为一个大乘佛教者，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内心的发菩提心的方面。那么在菩萨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外表的很多一切的这些行为是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就是一个菩萨在从内心里面发自内心的菩提心，为众生利益众生的一切行为，就自然而然实现出来的时候，外表上也是有看得到的。这些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菩萨救一个众生，或者一个菩萨为一个众生服务一个众生等等，这些一切呢，就是不是他的为了这个外表张出来的一种这样的演戏，他是真正的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然后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外表的行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不是外表的行为？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内心的菩提心。所以我们今天如菩萨行论也好，还有我们就是平常都是知道的那个佛子行37颂。那么佛子行37颂也是最主要呢，就是把这个37个颂词里面呢，就是包括了它就是分别以六度波罗蜜的方式，而且最主要讲的都是菩提心，那么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也是一样，如菩萨行论总共就是有10个部位，就是部分。那么就是第一品、第二品到10品的这样的整个的过程，也是主要就是菩提心。前面我们就是讲修菩提心，那么相当就是我们就第一个菩提心的利益品。那么我们第一个必须得要知道修菩提心的话，就是菩提心的利益品。前面有讲到什么呢？前面有讲到他的这个下面人生难得的方面。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话，它要有一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内心的一个依靠的一个对境，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前面呢就是法身善事佛子般，就这2句来说的话，就是它对恭敬的支出作为顶礼的部分。然后菩提的意思是什么呢？菩提心就是相当菩提，就是我们都知道平常菩萨是什么？那么也并不是说是一个我们只看到的就是外表上看到就是我们平常所认得出来的就是8大菩萨，就是里面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那些的外形，就是观音菩萨也有那个，比如说藏传的这个观音菩萨是有一个
心脏，藏传的所有的菩萨就是有一种心脏嘛，对不对？那么汉传的所有的菩萨也是有一种心脏，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外表的心脏是并不重要的。真正的我们可以认为菩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这个菩提心，内心的菩提心达到圆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菩萨。然后如果是那这个内心的这个成就要圆满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在过去本来就是在无数的时间里面呢，为所有的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修持了非常殊胜的无数的这种苦修也好，无量无数的就是利益了无量无数的众生，然后就是一般的人做不到的很多非常殊胜的利他的佛心事业跟利他的一切的这种善事都进行圆满，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讲，然后就是接触到大乘的佛教继续圆满，而且是圆满了菩提心。那么在这个也叫永识那么永识的一样是什么？一是也是一样的，他为一切众生所发的愿，再辛苦再难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也没有任何的就是那个脱息，也都是会一样的，就是精进努力的去做，然后心量也是非常大，也发心也非常大，也这样的情况下，那叫做菩萨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那个，也可以叫做永识菩萨，这两个都是可以在它的内容意义方面来说的话就一样的。为什么称它为这样呢？因为呢，它就是完全放下自己，然后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不顾一切的，就像地藏菩萨所讲的，为了所有众生他就是要进入地狱也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害怕的，没有任何的后悔。就像观世音菩萨所讲的，他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为度化完六道一切众生之前，他都不成佛，一直就非常严毅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度化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发愿是一个非常从我们人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俗语来说的，就是有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胆量跟很大的发心志以外呢，就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这样的菩萨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去修呢？那我们就要去学习从哪里学习？那我们就刚刚就是在《如菩萨行论》当中的那么第一品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品，学习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菩提心它是多么的殊胜，它是多么的重要。那很多人来说到就根本就不知道菩提心是那么殊胜那么珍贵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自本作人着康中